不猛的。都说一样的话，如果你想追一个中国女孩，你就得给她送名牌包。你看，几十个，非常贵，国际名牌包，送给你有病，你 out。我 out。out 什么？还真来了。哎，他不会带人过来报复咱们吧？啊？少吓唬我们啊！他报复我们干嘛呀？我们又没把他怎么着。咱还没把人怎么着呢，都把人弄成那样了。我去，他把我车弄成这样了都。有点意思啊。嗨，城市走婚第一条，我今天正式向你求婚。喜欢吗？